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亂打，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冷。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結束咗對中國3日嘅國事訪問。唔單止係馬克龍，有傳媒就報道話，德國總理密茨、英國首相施紀賢陸續會喺明年初訪華。歐洲領袖相繼訪華，最首要嘅目的就係希望改善同中國嘅貿易關係，尤其是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再加上俄烏衝突遲遲未能解決，歐洲急需要一個穩定嘅經濟支撐，促成咗歐洲領袖紛紛來華尋求改善關係。馬克龍嘅訪華引起咗極大嘅關注，佢除咗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北京正式會晤之後，兩國元首更加喺成都都江堰舉行非正式會晤。習近平亦都向馬克龍介紹咗都江堰嘅歷史同埋意義。馬克龍喺中國不斷展示自己親民嘅一面，去到四川大學同學生交流，希望得到中國人民嘅好感。離開中國之後，佢又發布咗一條影片，感謝中國如此熱情嘅接待。馬克龍大費周章，目的就係推動中法嘅貿易合作，希望中國買多啲法國嘅產品，例如乳製品、豬肉、葡萄酒等等，企圖縮減法國同中國之間嘅106億美元貿易逆差，即係大約824億港元。馬克龍回程嗰陣就向媒體話，佢努力向中方説明，中國對歐洲嘅貿易順差係唔可以持續嘅，因為佢哋正在損害自己嘅客戶，尤其是係佢哋已經幾乎唔再從歐洲進口任何嘢啦。又指情況如果冇改變，歐盟可能會對中國增加關稅。中歐關係喺早幾年有所惡化，原因就係部分歐洲領袖選擇跟美走，緊跟美國對華路線。例如競爭唔過中國嘅產品，就指責中國產能過剩；俄烏問題上邊又無理指責中國提供所謂嘅武器零件。荷蘭更加係唯美是從，唔單止限制晶片設備輸華，更加係強行奪取中國企業嘅荷蘭子公司。歐洲種種跟美走嘅行為，導致中歐關係一直難以修補。不過而家嘅情況已經改變。因為好明顯，歐洲都感受到美國嘅唔可靠。當然，歐洲尤其是係西歐國家，同美國仍然係同盟關係，佢哋有北約呢種咁嘅軍事組織聯繫。所以歐美之間嘅關係仍然係緊密。但係特朗普喺經貿上嘅吃相難看，令到佢哋不得不尋求中國增加直接投資，以解救自身國家面對嘅經濟問題。咁都係法國、德國、英國嘅領袖輪流訪華嘅原因。歐洲開始承受唔到，一方面受到美國嘅經濟壓迫，一方面又同中國嘅關係惡化，令到中歐貿易停滯不前。所以都臨急抱佛腳，紛紛來華改善同中國嘅關係。但係歐洲領導人唔可能靠一次半次訪華就自以為能夠改善同中國嘅關係。長遠嚟講，歐洲必然要有獨立思考，要有自主性，唔能夠每次都被美國牽住鼻子走，每個政策都緊跟從美國。咁樣中歐關係先能夠長遠穩定發展。例如俄烏戰事持續多年，歐洲嘅經濟大受打擊，但係美國就喺烏克蘭身上撈取各項嘅利益，包括售賣武器、天然資源等等。而戰事一切嘅起源，亦都係因為美國主導嘅北約持續東擴。整場戰事喺歐洲嘅土地發生，但係主導者就係美國，正正就係歐洲受苦，美國得益。所以歐洲一日唔提高自主性，擺脫美國嘅控制，實在難言中歐關係能夠長遠改善。中國絕唔希望自己嘅夥伴好似美國咁反覆無常。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亂打，拜拜。